喂，大家聽住啦，真係大件事啊！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啱啱熱辣辣公布咗，呢次政府真係大手筆，直情係派錢大計大放送。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有攞緊長生津、綜援或者生果金嘅話，你一定要坐定定聽清楚，因為呢次唔單止係加碼，仲要係派雙糧啊！冇錯，你冇聽錯，真係出雙糧。而且最緊要係咩？係有個黃金截止日期，如果你仲未申請或者諗住申請嘅話，一定要喺呢個日期之前搞掂，如果唔係就真係抌心口啦。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呢份2026年度嘅福利大禮包，睇下大家可以攞到幾多，同埋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首先我哋講下呢個2026年最震撼嘅消息，就係政府決定針對社會保障津貼發放額外1個月嘅津貼。呢樣嘢大家俗稱出雙糧，其實正式啲講就係額外發放1個月津貼。呢個安排涵蓋咗好多範疇，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我哋成日講嘅綜援，仲有公共福利金計劃之下嘅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亦即係長生津，同埋傷殘津貼。呢次加碼真係及時雨，因為大家都知依家物價貴咗咁多，兩餸飯都由30幾蚊加到40幾蚊。政府呢次肯聽民意派雙糧，對好多基層家庭同長者嚟講真係一個大喜訊。我哋先嚟睇下長者生活津貼，即係長生津。喺2026年，長生津嘅金額已經跟住通脹調整咗，依家再加埋呢個月嘅雙糧，真係好襟屎。如果你係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只要你嘅入息同資產唔超過限額，你就可以申請。講到資產限額，好多人都問我2026年嘅限額係幾多啊？根據最新公布，單身人士嘅資產上限已經調整到接近39萬蚊，而夫婦兩人就大約係59萬蚊左右。呢個門檻比起幾年前真係鬆動咗唔少，目的就係想多啲長者可以安享晚年。如果你啱啱過咗65歲生日，或者你身邊有親戚朋友就嚟65歲，記得提佢哋即刻去申請，因為呢個雙糧係按人頭計嘅，只要你喺發放日期當日係合資格嘅受惠人，你就可以攞到呢份額外嘅錢。跟住要講下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呢個福利係專為70歲或以上嘅長者而設嘅，最正嘅地方係佢唔使入息審查，亦都唔使資產審查。只要你夠70歲，係香港居民，就可以每個月攞到嗰份飲茶錢。喺2026年度，生果金嘅金額亦都隨住生活指數調高咗，再加上呢次嘅雙糧安排，嗰個月你就可以一次過攞到2份錢，加埋都幾千蚊㗎。雖然生果金嘅金額比起長生津少啲，但勝在夠直接，唔使報呢樣報嗰樣。所以如果你屋企老人家啱啱踏入70歲，或者以前因為嫌麻煩冇申請嘅，依家真係最後機會，一定要趕喺發放日之前辦好手續。再嚟就係綜援受助人。2026年嘅預算案入面，政府對於綜援家庭嘅照顧都好全面。除咗標準金額會出雙糧之外，其他好似長期個別津貼、殘疾人士津貼等等，只要係符合資格嘅，通通都有得加碼。對於一啲有小朋友或者有老人家要照顧嘅綜援家庭嚟講，呢幾千甚至過萬蚊嘅額外津貼，真係可以解決到好多燃眉之急。例如可以換部舊咗好耐嘅洗衣機，或者幫小朋友買啲參考書。咁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究竟幾時發放？同埋邊日之前申請仲趕得切？根據官方消息，呢次2026年度嘅雙糧預計會喺預算案通過之後嘅1至2個月內開始派發，通常係5月或者6月左右。但係你要留意，政府定咗一個資格準則日期，通常係預算案公布嗰一日，即係2026年2月尾或者3月初左右。如果你想攞到呢份雙糧，你必須要喺呢個日期之前已經係受惠人，或者你嘅申請已經遞交咗而且最後獲批。所以點解我題目話呢個日期前申請仲趕得切，意思就係叫你唔好再等啦。如果你依家已經夠歲數，或者經濟狀況符合要求，即刻馬上 right now 去社會福利署遞信。講到申請手續，好多老人家可能覺得好複雜，
其實依家政府已經簡化咗好多。長生津同生果金，你可以選擇郵寄、傳真或者親身去社署各區嘅福利辦事處交表。如果你識用電腦或者手機，仲可以用智方便去申請，真係快好多。最重要係填清楚銀行戶口號碼，如果唔係啲錢入唔到戶口就麻煩啦。我哋再深入啲探討下2026年呢個派錢方案背後嘅意義。政府之所以喺2026年選擇加碼，其實同社會結構嘅轉變有好大關係。隨住香港人口老化，65歲以上嘅人口比例越來越高，長者貧窮問題一直係社會關注嘅焦點。2026年嘅呢份預算案，某程度上係對基層市民嘅一種補償。雖然有人會話，派一次性嘅雙糧係治標不治本，但對於好多每個月都要計住過日子嘅長者嚟講，呢幾千蚊就係尊嚴，就係可以喺節日買多少少餸，同孫仔孫女去飲餐茶嘅底氣。另外，我仲要提大家，除咗呢啲金錢上嘅資助，2026年政府仲推行咗一啲配套措施，例如醫療券嘅優化。2026年開始，醫療券嘅使用範圍更加廣，甚至可以喺一啲指定嘅大灣區醫療機構使用。呢樣嘢配合埋長生津嘅雙糧，其實係想長者唔單止有錢食飯，仲要有錢睇醫生，身體健康先係最重要嘅。如果你係後生仔，睇緊呢段片嘅時候，唔好以為唔關你事。你屋企有冇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公公婆婆？佢哋未必會每日睇新聞，未必知2026年有雙糧派。作為後輩，你就要主動啲，幫佢哋 check 下個戶口，問下佢哋申請咗未。有時老人家好固執，覺得攞政府錢好醜，你要解釋俾佢哋聽，呢啲係佢哋後生嗰陣交稅，為社會作出貢獻之後應得嘅回報，係政府嘅一份心意。我再幫大家計下數，等大家有個概念，2026年可以攞到幾多？假設你係一個領取普通長生津嘅長者，每個月大約係4000幾蚊，咁喺雙糧月份，你就會收到接近9000蚊。如果你係兩公婆一齊攞，嗰個月就係18000蚊。呢個數目對於一對長者夫婦嚟講，真係可以做多好多嘢。又例如，如果你係傷殘津貼嘅受助人，無論係普通等定係高等，一樣都有得加碼。2026年度嘅傷殘津貼，普通等大約係2000幾蚊，高等等就係4000幾蚊，加埋雙糧，真係幫輕咗好多醫療開支同護理費用。不過，大家喺開心嘅同時，都要小心一啲詐騙。每逢政府話派錢，2026年都唔例外，一定會有啲騙徒打電話嚟，話幫你申請雙糧，叫你提供銀行密碼或者轉賬保證金。大家記住，政府派錢係直接入落你原本領取津貼嘅戶口度，絕對唔會叫你轉錢，亦都唔會問你攞提款卡密碼。如果有任何懷疑，一定要問下家人，或者直接打去社署嘅熱線電話查詢。除咗長生津同生果金，我哋仲要關注下2026年嘅職津，即係為咗鼓勵就業而設嘅職薪家庭津貼。雖然佢唔係直接叫生果金，但喺2026年嘅加碼方案入面，職津亦都有相應嘅額外發放安排。如果你係低收入嘅在職人士，又要養家又要供樓，記得睇下自己份工嘅工時係咪符合要求。2026年嘅職津入息限額亦都有所調升。如果你以前因為人工高咗少少而唔合資格，今年可以再去試下申請，話唔定就入到圍啦。講返轉頭，點解我強調要喺2026年度嘅某個日期前申請呢？因為政府嘅財政預算案通常喺2月或者3月公布，而撥款撥落嚟社署嘅時候，會有一個名單。如果你遞表太遲，雖然你最後都會攞到每個月嘅津貼，但嗰份額外雙糧可能就會因為你喺準則日期當日未符合受惠資格而落空。所以，既然都要申請，點解唔早啲申請呢？如果你啱啱喺2026年嘅1月或者2月夠65歲，唔好等，即刻去揾社署社工或者去辦事處拎表。喺呢度我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小貼士。好多長者申請長生津嘅時候，最怕就係資產審查。其實2026年嘅資產定義好清晰，
你住緊嗰層樓係唔計入資產嘅。無論你層樓值1000萬定2000萬，只要係你唯一嘅自住物業，都唔會影響你攞長生津。計嘅係你嘅現金、股票、保險套現價值或者非自住嘅物業。所以如果你係有樓窮佬，千萬唔好以為自己唔合格。去諮詢下專業人士或者社工，佢哋會幫你計得清清楚楚。2026年嘅香港雖然面對唔少經濟挑戰，但社會福利制度依然係我哋嘅安全網。呢次派錢大計唔單止係金錢上嘅支援，更係一種社會關懷嘅體現。我建議大家攞到呢筆錢之後，除咗儲起佢，都可以諗下點樣改善生活。例如買對好啲嘅護膝，換個好啲嘅枕頭，或者請老友記去飲餐好嘅。最後，我想再提醒大家一次，2026年嘅福利加碼方案係千真萬確嘅。大家唔好聽啲唔聽啲，一定要留意官方公布嘅確切發放日期。如果你而家手上仲未有長生津或者生果金嘅申請表格，可以去各區嘅社會福利署辦事處或者上社署嘅官網下載。2026年，大家都要生活得更好，攞到呢份加碼雙糧，開開心心過日子。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或者你覺得你嘅長輩朋友需要知道呢啲消息，記得話俾佢哋聽。2026年嘅派錢大計係大家嘅福利，唔好因為唔知而錯失咗。特別係嗰啲平時少接觸外界資訊嘅獨居長者，我哋作為鄰里、作為義工或者作為親人，更加要主動出擊，幫佢哋爭取應有嘅權益。總括而言，2026年度嘅財政撥款入面，對弱勢社群嘅照顧係相當到位嘅。無論係長生津、綜援定係生果金，加碼派雙糧呢個決定，絕對係今年最得人心嘅政策之一。大家記得睇實個日期，喺2026年呢個大好時機，為自己、為屋企人爭取呢份額外嘅收入。唔好等到人哋都收到錢啦，你先嚟問點解自己冇，到時就真係太遲啦。講到尾，政府嘅錢都係來自市民，所以2026年呢個派錢方案其實都係一種資源重分配。希望呢筆錢可以真正落入有需要嘅人手中。2026年，祝大家身體健康，財源廣進，最緊要係福利攞足，開開心心。記住我頭先講嗰幾個重點：第一，確認自己係咪受惠範疇；第二，留意資產限額嘅新調整；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就係一定要喺發放日期前完成申請手續。唔好等啦，聽完呢段分享，即刻去準備你嘅申請文件啦。除咗頭先提到嘅嗰幾大類津貼，我仲想特別提下2026年度入面針對長者嘅一啲其他隱形福利。雖然標題主要講雙糧，但係2026年嘅配套其實好廣泛。例如，政府今年特別加強咗長者牙科資助，對於攞緊長生津嘅朋友，你可以申請免費鑲假牙或者洗牙。呢啲服務如果你自己出去做，閒閒地都要幾千甚至過萬蚊。所以，當你攞住2026年派嗰份雙糧嘅時候，唔好忘記去登記埋呢啲牙科福利。牙好，胃口就好，身體自然好，呢啲先至係真正嘅財富。再講返2026年嘅物價指數，其實政府調高津貼金額係有數據支持嘅。根據2025年度嘅通脹數據，基層市民嘅生活成本上升咗唔少，所以2026年嘅加幅其實係補反數。有人問，如果我喺2026年嘅中旬先至夠65歲，咁我有冇得領取呢份雙糧呢？呢個問題好關鍵。通常雙糧係發放俾喺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日正領取津貼嘅人。如果你喺嗰個特定日期之前遞交申請，即使審批需要時間，只要最後獲批嘅津貼生效日期涵蓋咗嗰一日，你一樣有機會補領返嗰份雙糧。所以2026年嘅新申請者，你哋真係要同時間競賽，越早交表越穩陣。我亦都留意到2026年社會福利署嘅人手都幾緊張，因為申請人數眾多。如果你想申請過程快啲，記得準備好晒所有證明文件，例如你嘅身份證影印本、銀行存摺影印本，
要有你個名同戶口號碼嗰頁，仲有資產證明，好似銀行月結單、股票戶口記錄等等。如果你有買保險，記得去保險公司拎份現金價值證明書。準備得越齊，個主任審批就越快，你就能夠更早喺2026年收到呢筆錢。講到綜援嘅商量，好多家庭關心嘅係呢筆錢會唔會計入我哋嘅入息限額，影響到下個月嘅津貼。呢點大家可以放心，政府發放嘅呢類額外一次性津貼，通常係唔會計入綜援嘅入息審查入面嘅。換句話講，呢筆商量係靜待嘅，絕對唔會扣減你原本嘅福利。2026年嘅政策導向好明確，就係要將錢直接放入市民個袋度。大家仲要留意一點，就係2026年嘅長生津已經完全單軌化咗。以前仲有分普通長生津同高額長生津，但自從幾年前合併咗之後，大家攞嘅都係最高嗰個級別。呢個改變對於原本攞普通津貼嘅長者嚟講，本身已經係一個大加薪，依家再加上2026年嘅商量，生活質素真係提升咗唔少。最後，我想同大家講，福利雖然好，但都要識得去爭取。2026年嘅派錢大計係公布咗。但係如果你坐喺度咩都唔做，錢係唔會自動跌落嚟嘅。如果你身邊有啲老人家比較保守，或者驚填表，你可以帶佢去一啲長者中心。2026年度，好多地區中心都會有義工專門幫老人家填呢啲表，手續真係唔繁複。大家記住，2026年係一個充滿機會嘅年份，政府派錢、社會關懷，加上配套設施嘅優化，我哋一定要善用呢啲資源。希望今日呢段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清清楚楚咁了解2026派錢大計嘅每一個細節。如果你仲有啲咩唔明，或者想知多啲關於2026年其他福利嘅嘢，可以隨時問我會盡力幫大家揾答案。既然講到呢度，不如我就幫大家再諗多一步。攞到呢筆錢之後，除咗頭先講嘅改善生活，有冇諗過可以做啲咩投資喺自己嘅健康度？2026年，香港嘅私營醫療收費亦都唔平。如果你以前因為錢嘅問題，一直唔捨得去做嗰個全身檢查，或者唔捨得去配副好啲嘅老花眼鏡，2026年呢份商量就係最好嘅契機。健康係一，其他嘢都係零。有咗政府呢份2026大紅包，大家一定要對自己好啲。好啦，講咗咁耐，重點已經幫大家畫晒啦。2026年預算案、長生津、綜援、生果金、雙糧、入息資產限額，仲有嗰個最緊要嘅申請截止日期。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領取到呢份福利。2026年，我哋一齊努力，活得精彩，活得豐盛。記住，福利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趕快行動啦！唔好意思，我仲想補充多一丁點關於傷殘津貼嘅細節。因為呢群朋友亦都係2026年派錢大計嘅重要對象。傷殘津貼嘅商量係唔分等級嘅，只要你符合資格，一樣係出多1個月。對於需要長期購買藥物或者消耗品嘅朋友嚟講，呢筆錢真係可以減輕唔少經濟壓力。2026年，政府喺傷殘人士嘅支援上亦都增加咗唔少社區康復服務嘅名額。大家領取商量嘅同時，亦都可以留意下身邊嘅康復中心有冇新嘅服務可以申請。2026年嘅香港，雖然社會環境不斷變遷，但呢份對弱勢社群嘅承擔始終冇變。派錢雖然係短期措施，但佢傳遞嘅信息係社會冇忘記你哋。如果你係一個長期病患者，或者係照顧者，2026年嘅呢份商量係對你辛勞付出嘅一點點肯定。加油！大家一齊撐住，我就唔再囉嗦啦。大家聽完快啲去行動 ，check 下自己個資格，睇下日期。2026年嘅呢份大禮，等住你哋去領取。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一個富足、平安嘅2026年。對於呢個2026年派錢大計，如果你仲有任何具體嘅個案問題，例如我以前斷過申請，依家再申請攞唔攞到商量，或者我住緊安老院舍，份商量係點計？等等，其實最直接嘅方法係打去社署嘅熱線。2026年，
佢哋嘅熱線服務已經加強咗，甚至有啲自動化系統可以幫你查到申請進度。唔好聽埋啲街邊傳聞，官方資訊先係最準確嘅。最後，再次祝大家2026年事事順利，呢份雙糧可以幫到你哋解決生活上嘅難題。記得一定要喺呢個日期前申請，仲趕得切㗎。大家加油！既然大家咁支持，我就再多講幾句關於2026年呢個預算案入面其他同你個荷包有關嘅嘢。除咗雙糧，2026年政府仲有冇加薪或者退稅呢？雖然呢次口播稿重點係講津貼，但其實2026年嘅薪俸稅退稅亦都有一啲新嘅安排。如果你係一個又要供養父母又要交稅嘅打工仔，2026年嘅免稅額亦都有所調升。咁樣一加一減，其實2026年對全港市民嚟講，都算係一個減輕負擔嘅年份。所以，無論你係領取長生津嘅長者，定係辛苦工作嘅後生仔，2026年嘅呢份預算案都有你份。2026年，政府派錢大計已經全面啟動。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銀行戶口嘅變動。通常雙糧入賬嘅時候，銀行存摺上面會寫住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或者一啲簡稱，大家見到多咗錢，就知係政府嗰份心意到咗啦。2026年，我哋一齊迎接更好嘅生活。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祝大家2026年身體健康，生活愉快。